根据立法院在今仔日处理行政院的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，其中也包含拨补予台电1000亿预算。即行政院长杜永泰伫咧中华勘载时阵，特别呼吁在野党团呢，就要保留拨补台电预算。不过最后国民党有人数优势，通过着国民党团版本补助台电的部分先掠过，另外搁再补发现金1万块，这个预算金额来到5450亿。此时此刻。 台电同仁还在危险的工作，我愿意深深一鞠躬，拜托在野党团要支持这1000亿的台电预算，拜托大家。 290度行咧局中，一直讲拜托行政院长杜永泰通告中华勘载，呼吁在野党团大党保留行政院版本的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中拨补台电1000亿预算，因为国民党团早期党团大会了后决议11必拼特别条例草案3读，并且提出搁再修正动议版本，其中无包括拨补台电。我们要求必须左荣泰院长到立法院来，针对台电拨补是否能够不涨电价，以及 国家的能源政策是不是要做一个全面的检讨？之后才能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决定该如何使用。国民党规划4大方案，一个是无动行政院4100亿，加上普发现金1万块的2300亿；第二是加补助台电1000亿，先强调并且普发现金；第三是照原党团版本；第四是暂缓无处理特别条例草案；最后决定第2版，予预算金额达到5450亿。 也若民众党团版本普发现金维持6000块，国民党、民众党无达成共识，各自支持家己的版本。在去年2024年超增的金额高达了5283亿。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，事实上在高关税的这个政策出来以前，我们就立主必须要还财于民。在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民众党立委发言了后，开始表决。在国民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，照国民党团版本通过。 赞成者多数，第3条，照国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。用发钱来救罢免，而且是用借钱来救罢免，这样子的侵害财政纪律，这样的破坏宪法的原则。行政院进前不表示，若特别条例预算另外增加2300亿，会对政府财政造成更加大的困难，而且可能需要借钱来运用。条约对破坏现金无共意见，一定引发后续效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